跟你们说啊，这个船的游戏啊，它把我东西给炸没了，只剩下一个凳子，我也太惨了吧！但是我挺过了很多关啊，小心啊但是你们小心，哈哈哈，我可是最强的，人称邓紫棋啊，我不是女的啦，但是我是男的啦，中午刚才穿透那个石头，我很奇怪这个游戏有 bug， 没事，应该是作者对我奖励。总之我凳子没有坏掉，我就可以永生哈。我现在马上要到下一关了，肯定到终点了，跟你们说。下一关非常简单啊，你看都没有什么危险，就算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喂，怎么受到攻击？我该不会做？喂，完蛋了！哇，你干嘛？